當你喺度諗緊今晚食炸雞定係火鍋嘅時候，你有冇諗過全球每一年有超過300萬名5歲以下嘅兒童因為飢餓同埋營養不良而失去生命？換句話講，喺啱啱過去嘅10秒鐘，就已經有一位孩子離開咗呢個世界。而喺東非坦桑尼亞楚馬尼孤兒院，有300多名孩子已經2年冇食過一啖肉，佢哋每日只係靠住一碟白飯加幾粒豆，努力咁樣捱到下一日。長期嘅營養不良令到身體極度虛弱，即使喺烈日之下，有啲幼童依然着住厚厚嘅衫。喺佢哋嘅世界入面，連保持體溫都變成一種奢侈。呢個唔係遙遠嘅故事，而係一個關於生存權利嘅提問。如果佢哋係你嘅孩子，會點樣呢？自從2024年開始，福衛國際慈善基金深入東非，親眼咁樣見到飢餓點樣奪走孩子嘅健康同埋未來。嗰一刻，我哋知道唔能夠只係激動，而係要行動。於是議員行動誕生咗。我哋承諾每2蚊嘅捐款都會直接變成孩子1天嘅食糧。到今日，我哋已經為超過5000名兒童提供1整年穩定嘅溫飽。有生命就有希望。今日我哋誠意邀請你同行，只需要1杯咖啡嘅價錢40蚊，你就可以令到20名孩子喺今日唔再捱餓，照亮佢哋嘅未來。而我哋嘅工作唔止喺非洲，我哋深信生命可以影響生命，所以我哋帶住一班香港嘅年青人走入非洲，等佢哋親眼咁樣見到另一個世界，親身接觸、陪伴、分享，喺助人嘅過程入面被滋養、被啟發，一同覺醒。原來我哋嘅世界係命運共同體。我哋希望培育年青人，等佢哋回饋本地社會，同時關心世界，成為世界帶嚟希望同埋力量嘅新一代。一碗飯能夠改變一條命，一個選擇能夠改變一個世界。世界好大，但係改變其實好近，由你開始。